Jason 公司盈途置業，我本人以及我太太嘅客戶朋友喺呢個樓盤成交超過100套，但係從未收過一個負評，零負評嘅豪宅單位啊！只需要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珠海嘅山姆店，10分鐘去到環爾城，20零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拱北關口啦。總價100幾萬就可以喺度入手一套89平方嘅3房2衛，而且咧係超高標準嘅交樓標準嚇，用嘅大部分都係意大利、日本以及德國嘅一線進口品牌。我哋可以睇到成個小區園林建設咧，環境亦都係做得相當靚嘅，以及有永東巴士隨時往返香港太子以及荃灣，室內室外嘅游泳池。超高標準嘅豪宅單位啊！而家去睇示範單位，由門口介紹89平方3房2衛。首先入門嘅係呢個木質嘅大門咧，同埋咧我哋係用咗智能嘅面板嘅。入翻去咧，雙開面操作台嘅廚房、櫥櫃同埋3件套咧已經幫你做好晒，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出邊咧仲有個生活露台嘅，同樣係朝南向嘅。發展商已經用大理石石材咧，幫你做好咗洗衣台咧，同埋我哋熱水器嘅呢一個嘅掛櫃咧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全屋咧採用咗意大利啦、日本啦同埋德國咧多個一線嘅進口品牌啦。嚟翻我哋飯廳嘅位置，你可以感受下89平方佢有呢個超大嘅客廳同埋餐廳嘅開間啊。其實擺放6人嘅餐台咧都係足夠嘅。呢一排嘅餐邊櫃咧就需要自己去佈置啦。一面嘅大玻璃窗，所以整個戶型咧係能夠做到南北對流、南北通風嘅。大金牌嘅中央空調咧，感受下呢一個嘅客廳開間。而我哋出邊咧就係我哋嘅露台位置啦，朝南向嗱，所以呢一期咧可以望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啦。嗱，左邊大概行路10分鐘咧就可以到珠海嘅山姆店啦，揸車4-5分鐘之內，10分鐘亦都可以去得到環爾城，所以佢係有一個好靚嘅地理位置。小區咧有室內外嘅游泳池以及係健身房嘅。嚟翻客廁嘅開間，已經幫你做好咗2面嘅鏡櫃。而家所見到嘅係交樓標準嚟嘅。交樓成個品質以及係細緻為嘅地方咧，我哋通過鏡頭咧，你都可以感受到佢用嘅材質材料咧，都算係比較相當好嘅。咁入翻去最細嘅呢個客房咧，可以作為我哋嘅兒童房咧。擺1.2米嘅單人床咧，有一面嘅大玻璃面嘅，同樣係中央空調交標嘅。呢度有我哋嘅品牌介紹。咁我哋多個品牌咧用咗日本嘅 YKK 同埋中國嘅信宜咧、富爵咧呢一類型嘅一線嘅進口品牌。過翻去咧，第2個客房大概都有8個平方咧，贈送一個飄窗台位置嘅。我哋側面咧就夠空間可以做一排到頂嘅衣櫃。入翻去係我哋嘅主人房，89平方能夠做到3房2衛。通過鏡頭，我哋睇下我哋嘅套房嘅獨立洗手間咧，已經幫你做好咗鏡櫃。過翻去咧係3邊落床位嘅呢一個嘅休息空間咧，已經幫你做好咗2面嘅大到頂衣櫃啊，用嘅係德國柏麗嘅品牌，中央空調係大金嘅。咁咧呢邊咧係 YKK 嘅日本牌嘅玻璃窗咧，雙層嘅玻璃窗。嗱，成個採光面咧都係相當靚嘅。而家賣緊嘅單位咧係朝南向往小區內延嘅，總價咧只需要100幾萬，你就可以入手呢一個豪宅品牌啦。鄰近我哋嘅環爾城啦、山姆店啦、華發商都咧，都係10分鐘以內咧就可以到達嘅啦。住咗超多嘅港澳優質客戶，咁成個配套以及係我哋嘅街道商戶咧都係好優質嘅。嗱，再加埋佢嘅靚園林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評論區打上666，因為咧而家我哋嘅04戶型89平方咧，樓層並唔係太多啦。Jason 咧就將剩低落嚟嘅特價單位同埋靚樓層咧，私發俾你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